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我肥豬啊！嗱咁咧，今日又要嚟繼續我哋風扇人系列啦。嗱咁樣咧，今日嘅風扇人系列咧就係第3集。嗱咁樣咧，我都係照樣啦，讀俾你哋聽啦。風扇人老大正在攻擊刀人，巨大刀人想一刀插死佢。嗱，可能會覺得用語好粗俗，不過如果我唔用一刀插死佢呢個用語咧，我諗唔到仲有咩用語。嗱，他開啟護盾，用冰槍。嗱，冰槍就係嗰啲可以射一啲冰嗰啲嘢冰住人，冰凍巨大刀人，又用激光殺刀人，刀人死傷慘重，女刀人過來支援，打了一會兒後，女刀人突然被殺，刀人只好放棄打風扇人老大。呢度同大家講一講先，風扇人老大係乜東東嚟嘅？風扇人老大咧就係率領住全體風扇人做嘢嘅，所以嗰一次龍捲風人去攻擊刀人嘅總部，都係風扇人老大去嗌佢，因為佢哋已經知道咗泰坦刀人一個行動，所以派出咗一個強大嘅龍捲風人咧前去想干擾呢個計劃，但係干擾唔到，因為有女刀人嘅出現。嗱，但係咧今次佢係真係咧今次係真係干擾到佢哋啦，因為咧其實咧。有好多科學家都參與今次嘅戰爭嘅。上一次嗰個科學家嘛，上一次我第2部分話好多個科學家研究緊泰坦刀人。咁樣咧，佢今次算係某程度上咁樣咧殺咗啲科學家嘅，即係科學家識研究東西嘅啫。係啦，即得佢哋 smart 啲嘅啫，佢哋 clever 啲。唔明 clever 咩意思？就係佢聰明。得佢哋咁聰明嘅啫，其他人係完全做唔到任何嘢嘅。係啦，所以咧今次係都係某程度咁樣干擾泰坦刀人嘅計劃啦。但不過下一次即係第4集啦，你哋就會見到呢一個泰坦刀人噶啦。係啦，咁樣咧呢一個就係泰坦刀人啦。咁樣咧期待咧。你哋要期待一下泰坦刀人啦，而家科學家仲研發緊佢哋啦。好，咁樣今日咧就完美咁樣講完咗風扇人第3集啦，亦都帶入咗個全新嘅角色風扇人老大。佢咧喺暫時嚟講咧都係非常犀利嘅。第4集亦都會描述一下咧，佢同泰坦刀人喺度打交。第4集基本上全集就係描述緊呢樣嘢，風扇人老大同埋泰坦刀人打交。咁樣咧誰贏誰負咧就唔知道啦。好，咁我哋今次佢哋中意嘅朋友可以訂閱、同埋分享出去，拜拜。